今天是2005年6月11号，藏文课是第44次。咱们先复习上节课这个不及物动词这一部分84页。体内给包破张度翁内，给丁养狼的，撒哇学东哇痛索，体技呢，讲真的，年月呢，给不给这给菜，军内塞进给军家热瓦那修索。空牛肚块中，给包俺大热把煎腿，没破开了骨虫，拍把牙儿行的，给别查哈鲁布属哈康行。俺米贴开看呐，落落的，再打入，给定给长沙情报系中哇，太财务啦罗宾。兼长辈恰起了爱两亲，也去了给，用龙卷了嘎，塞骂了嘎，哈吉属一度翁瓦了对。俺推对阿妈堂人记，拆年巴来，摘鸡的牛肚吃，打听给叫的，听马银巴儿热度中呢，把西瓦儿菜呢。太阳米带瓦狗呢，打工娘么，去汤心给扎瓦地儿，卡东了对记，爱汤心给在呢。您古玩人咯，人际生给浪包切西塞呢，挖给了第二裤子，开的马裤呢，亲切下啥玩意嘛这些。上次就到这儿了。回过头来，咱们上一次说，当时说有几个词咱们就没看懂，那个要问了老师才知道。第一个是85页的第8句，第8句那个你看啊，爱米贴开看呐，我在这个地方落句学读书的时候，学就是实际上这个读书是指的读经。再打入这个词儿，我说咱们那个字典也查了，各个意思都在那个不带阿开故意那个扎是根基础的意思，打呢是剑，如呢是这个翼，就是左翼右翼某一部分啊，这个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。结果昨天一问周老师呢，这个灾啊是一个地名的简写，
这个地名叫什么呢？这个地名叫这个扎卡大卡雅大卡萨卡布大卡雅大嗲，这是一个音。然后你画一个点儿，第二个字是拉阿布大拉阿布大啊，就是啊加一个上加字ra，这又一个字儿，然后再画个点儿，然后就这个扎，这是地名叫嗲啊扎。哎，我这个问了，我回来还没来得及这个查字典，这个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？啊是什么意思啊？啊上边加个上加字ra，啊上边加一个上加字ra是什么呀？哎，鼓，对，那个鼓面是平的鼓，就是这是个地名，这因为是米拉日巴传里头的，它这个就是在前后呢提到这个地名了，这个地方呢它就这个简化了，所以呢你看不出来。然后它这个翻译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江安寨啊，就是按照这仨字母的那个，它就仿照那个音找了3个汉字，找了3个汉字呢，还挺像个地名，所以就好像你看江安扎，它江安寨，根本实际上它也不是寨子，也不是什么，它就是个地名。哎，所以这个你不知道它这个原文呢，你就没法猜这个地名了，就是江安扎，哎，这个地方的，在这个地方的达是一个意思是涧，再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山，沟尾，山沟的尾，山沟的尾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山沟的头不是叫铺吗？铺，这个山就是那个山沟最高的地方，就是挨着山腰或者山尖的地方，那是山沟头。然后往下来往外这个流水吧，就往外流，流到这就叫沟尾，就流到那个山沟的口上，叫沟尾。这个山沟的沟尾它有什么意思呢？它指的是沟尾的地方啊，一般会形成一个三角洲，就是那个从顺着山沟老流水啊，它带下来一些土石啊，它在那个山沟外边会形成一个扇面的三角洲，是吧？你像咱们那个北京是在华北平原上，这个华北平原怎么来的呀？它就是黄河从山上流下来的时候，流到海里头，它就形成一个扇面的三角洲，慢慢这个扇面越来越大，华北平原就出来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在山沟的口上啊，一般会形成一个大小不等的三角洲。这个达呢，就是指这个地方，就是沟尾，就是沟口上啊，它一片这个地呢，一般还比较肥沃，因为它冲下来的都是这个表层的土石哈，都还比较肥沃，形成三角洲。所以这个它这呢翻了个坝子，就是这块地呢还不错，这是这样一块地。然后这个如呢是左翼右翼的翼呢，就是那个动物翅膀讲的那个翼，就是某一部分，就是这个三角洲的这个沟尾上的这个一部分，这个地方的那个三角洲的一个上的一个地方。好，这是一个词。然后上一次记得还一个什么词来着啊？然后就说这个翻过来第11句这个 Kimma Inbar， 周老师说呢，这个就是后边那个 Rubdjungwa 的一个同义词。Rubdjungwa 是出家，这个 Kimma Inbar 呢也是你直译是不是家，实际上就是说不在家，就是还是出家，就是它就是一个同义语，就是说我由于厌恶家，所以呢出了家。你看他下边翻的时候，他还加了家的那个呀，不是家的那个，他是解释前边那个，就是厌烦家庭，因家庭而厌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家加了个句格，它是厌烦的原因，所以也可以翻成因家庭而厌烦。后边这个呢就是出家，就是两个
就是不在家，跟出家它是同义语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后边那个恩巴希瓦猜呢，猜是希望了，希望前边这个希瓦呢，周老师说也可以当形容词，形容词就是形容前边那恩巴不是那个僻静处嘛哈，说我希望这个然，注意啊，这个然呢，周老师说就是集体业格，就是动词它的一个结果造成的一个结果。我希望某一种结果，什么结果呢？就是恩巴是一个希瓦，恩巴就是安静的僻静处。我希望得到一个安静的僻静处，我到寺里头，我是希望找个安静的地方。也可以呢当动词，他说当动词呢，那就是还是集体业格，还是这个表示结果，就是我希望的什么东西。我希望的什么东西呢？我希望一个这个在一个安静处呢，能够安生生的，也能够安静，也可以当动词。这都这个理解意思呢都是一样的。好，上节课的这个2个词问了周老师，下边呢咱们就来这个接着学，看87页下边第3句啊。现在是在学这个使动动词，使动动词呢就是主语它这个让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动作者做一个动作，或者让它产生一个变化，就是使另外一个动作者来动作，这叫使动动词。一般这个里头是有2个动作者，咱们来看一看啊，看第3句。你看那个先看第1句，它是猴子是一个动作者，然后他让那个谁呢，让那个乌龟呢在树下把嘴张开。你看使动，他使乌龟动，就是你把嘴张开，他让乌龟把嘴张开，让乌龟做一个动作。然后后半句呢是让乌龟把心带走，都是让他做有一个动词，他让那个第2个动作的人呢，他有一个动词，而且他还有时候还涉及一个及物。这个上边那个在第2句呢是狮子让这个狐狸说把这个背上啊，这个就是让狐狸背，就是一般是有2个动作者，一个动作者让另一个动作者再来做动作，所以这叫使动动词。咱们看这个现在这一句啊，就第3句。给别坡娘西，给别坡娘西，给别一看是给报加句格，这肯定是这个主语了。坡是雄性男的，娘是鱼，就是说这2个这个直接他们的意思是公鱼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信使者，送信的使者，信使者，或者是专使大使，就是派遣的这个一个办事的人，这个你可以把这个他公鱼是使者，你有这么个印象，把它联系起来，一看到公鱼，那你自己可以编一些理由，把这个公鱼跟这个使者联系起来，然后一看到公鱼啊，这就是使者。习是这个不定指代词，就是某一个使者啊。后边郎包切北菜给东都，郎包切北菜给东都，郎包切是大象，北菜八，这个八后边加一个八，这是一个动词。这个就是这个量，就是这个就是测量啊，量度量度。这个咱们先说它最基本意思啊，最基本意思就可以用这个量，就是量，就是重量的量，你读成2声，量就是比如说量这个衣服的长度，量这个重量，量测量的量。
然后这是它的基本含义。它的这个引申出来的抽象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推测就是我根据已知的某些原理来推测一个事情的情况，推测。比知就是比较，通过比较来知道未知的事情，比知推测比知，这个料想，反正这一类的意思就是推测，这是一个抽象的意义。然后它还可以表示这个就是更一般的就是什么？就是思索、思考、考虑，就是思索、思考。更加深入。不，它就是说你一个，你看最具体的，它含义什么？是量，量东西。然后这是个具体动作。然后抽象一点的呢，就是我推量，我在这个推测，我根据这个比较抽象的我推测。后边这个思索呢就更一般了，就是一般的就是说你我在这考虑问题就可以叭，一个比一个抽象一点，一般一点。最前头的最具体，一般它都是咱们前头说过，你那个抽象第六意识的语言呢，实际上都是从那个色声香味触那具体的东西里头出来的。你去看那个抽象动词去，抽象的那个名词去，它实际上都是从色声香味触里头具体化来的。比如说矛盾，矛盾是指这个你思维的时候逻辑发生混乱，产生自相，产生矛盾但是他用了一个什么呢？用了一个具体的东西，具体的两样东西，矛和盾，它都是用具体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来转化成抽象的意义。他这个就是把那个量转化成就是推量，我在这我推想、料想，有这个意思。这个词用的非常广泛，这个然后菜呢是这个就是量，这是还是那个重量的量，就读这个四声，菜就是量，就是重量是这个长度的量，还是这个什么各种量吧，就是一个这个就是量。这个八菜呢是一个什么量呢？就是这个不是叫这个游巡，那个是一个长度量。游巡就是你佛经里头一说多少游巡多少游巡妙高山高多少游巡，广多少游巡。游巡那个在梵文里头呢，游巡就叫御善那。御是那个小偷的偷，把那个立人去掉，然后换成走之儿，就是翻过去那个御。善就是善恶的善，加个乱角丝儿，左边加个乱角丝儿。御善那就是这还是那的那个那个的那。御善那，这是御善那是游巡的那个梵文的发音，梵文的译音。咱们那个汉文呢，游巡就翻成游巡。这个游巡是个长度单位，这个长度究竟是多长呢？这个说法有几种，不同。大概这个说的最长的是80里，玄奘法师说是16华里，16里，这个你就记住这么个意思。它有个定义，说是帝王军队一日行军的这个路程就是一游巡。但是一日行军呢，它有那个好像大智度论说它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在平地上行军，它一日你比如说走80里，它有80里；一个是在这个比较坎坷的地方走，那就60里；再一个就是在山林里头走呢，就一天就40里。这就已经3个说法了。所以这个但是那个玄奘法师就是说，就是相当于华里16里。他这个里头这个你要去查字典，它有很多换算单位。一般来这个换算单位它是这样，就是说一游巡是8俱卢舍，这个一游巡等于8俱卢舍。你愿意记就记一下，因为这个读佛经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些名词，大概的关系你得知道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那个你就根本就没有个意识，说
这个巨鹿舍到底多远啊，多长啊？你到时候你那个非常糊涂，你有个大概印象。一游巡是8巨鹿舍，巨鹿舍是什么意思？是牛叫，就是比较健壮的牛使劲叫一声啊，到它能够传得最远的地方，这个距离。大概那个意思啊，就是3-4里地那个样子。哎，这个一巨鹿舍就是牛的声音传得最远的地方。这个一般的那个你那个阿联若呀，要据村子呢，就是一巨鹿舍，就是牛叫你听不着，哎，你在那个地方打坐。所以你把这些故事啊跟这个名词来这个联系起来，你就记住它的那个长度了。一游巡8巨鹿舍，一巨鹿舍等于500弓，弓箭的弓，姓张的张的左半边。一巨鹿舍分500份，一份是1弓，一弓大约就相当于这个咱们现在啊大概1.5米，就是一步，就是咱们那个长度的步啊，是咱们一般的步2步，叫做1步。哎，就是左脚先迈右脚，再迈左脚，这叫1步。哎，大概1.5米，如果是单步的话，就是75公分了。一弓等于这个4肘，肘就是一个月字一个寸字，一肘就是一肘更具体了，一肘就是从你这个胳膊肘的这拐弯这个地方，一直到中指的指尖，这就是一肘。哎，这是一肘，这一肘大概2尺，1尺啊。哎，这就比较具体了。4肘是1步，大概就这相当于咱们人的身高。3肘半。那对，是一般是3肘半，但是高的人就是4肘。哎，那里头说的就是一般是3肘半，这样的话大概就是3肘半。你要4肘就比较高了，3肘半呢大概是1.6、1.7米的样子。哎，5尺男儿嘛，这个大概咱们就因为这个说法啊，还有不同的说法，在经论里头也有不同的说法。这个大概一般比较平常的，咱们就介绍这么一种，你就大概有个印象，不会这个就是看了经之后你比如说游巡呢，你大概印象一般呢，你比如说从最远80里，最短的16里，一般就30-40里了。你印象就取它一个中间数，你这就不会上下不会差太多了就然后这是游巡啊，这个然后后边给是89的8，东是8000游巡。哎，读这是一个这个就是方式，就是后边着吧就是走，他怎么走呢？他以这个8000游巡的方式来走。谁呢？就是这个大象。这个大象走起来呢，能够走8000游巡。哎，咱们来读啊。着哇西拉君，着哇西拉君，着哇西拉君。哎，这个后边这个句子里头，这个就是主语成了浪包切。这个大象呢，走是以什么方式来走呢？以8000游巡的方式来走。这个一般8000游巡呢，是指他一天走的，一天能走8000游巡，这样个大象。着哇，它这是走的动词，习就是不定指代词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象。就是一个什么样，就是有那么一个大象，一个什么样的大象呢？说每天能走8000游巡的那么一个大象。哎，然后看这个关系啊，大象加个拉，就是叫间接宾语，就是不是直接涉及的宾语，间接宾语，间接涉及到的宾语。拉后边是君，君是什么呢？是使其、让其，使动动词。让，你看这里头的关系啊，国王是主语，国王让其上，国王让其，这是主语跟谓语。让其什么东西呢？让其拉前边，让骑到大象上。拉也可以里头，也可以上边嘛。就是
让骑一个大象，所以这个大象是个间接宾语，不是直接宾语。直接宾语是让谁呢？让那个婆娘，就是那个让使者，让使者骑上这个每天能走8000由旬的一个大象，让谁呢？让婆娘。国王让使者骑上一个每日能行8000由旬的大象，这使动动词。咱们过来看一下他这个译的这句话：国王让一位使者骑上一头能行8000由旬的大象。这个能行8000由旬，8000由旬，这个很难说了。这个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故事里的，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世界，是什么这个情况，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就是它是多长时间行8000由旬了。一般应该是1天行8000由旬。这就是它这个使动动词呢句子的一个关系，就是两个动作者，一个动作者让另外一个动作去做一个动作，所以叫使动动词。咱们来读一读这个句子啊。给别婆娘西，给别婆娘西，郎宝切白菜给东都，郎宝切白菜给东都。郎宝切白菜给东都，卓瓦西拉军，卓瓦西拉军。好，翻过来，咱们再来一句啊，都是这个 Q T 郎宝切拉旬内 ，Q T 郎宝切拉旬内 ，Q 是这个小孩子，K 是丈夫，这个就是大人，U 就一家 ，Q 小孩子 ，K 就是指前边这个人。郎宝切大象拉旬内，这个旬是自己骑，不是让骑。你看他没有上加自撒了哈，他是自动动词，他来骑，他来骑到什么呢？拉，骑到这个郎宝切上，骑到大象上，骑到大象上之后呢，然后从开给七月度再送，从开给七月度再送，重开是城市，城市的七月是外边，城市的外边，都是这个方向，就是表方向的状语，因为后边是在日松，就是去玩，在就是不加这个然，光那个前边那个在哇就是玩，玩耍游戏，做游戏玩，在不要那个然，松这个前边加上然就是就是算这个也算目的吧。咱们不是学过叫目的状语，就是这个一个动作它的目的，他走的目的是去玩，目的状语前边，所以呢加个拉宾，走的目的是玩上哪玩呢？上城市的外边玩。怎么去城市外边玩呢？他骑上大象之后去外边玩。这个句子呢，他把那个寻就是骑给画出来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你对比。刚才学的那个句子呢是宾，是这个使骑让骑是使动动词，这个寻呢是自动动词，都是骑，一个是使别人骑让别人骑，一个是自动动词自己骑，就是让你对比这个使动动词，它有使动它就有一个这个自动，它们互相有对应关系。包括这个前边学的那俩句子也是一个对应关系。你看一个呢是让那个咕日瓦，最后那个动词是咕日瓦，咕日瓦呢是让一个人带走什么东西，使带。这个下边那个狮子对那个狐狸说呢，
第库尔基，开得嘛库尔呢？库尔是什么呢？是自动动词，就是你狐狸呢，狐狸带上狐狸带就叫库尔，自动动词狐狸带。这样的话呢，它是一对儿，前边是让带，是狮子让狐狸带，就得库尔。后边说命令狐狸说你背上，狐狸背，这是让狐狸自己去背，自动，所以就是一对儿这个对应，就是有使动，它一般都有自动，都有互相对应的一个比较。这一句也是国王让使者骑，就是归这个少年骑上大象去玩呢，就是寻，一个使动一个自动，就是对比的来用。咱们再来看下边一句。对，这个还没读一遍啊，咱们读一遍啊。QT 狼包切拉寻奈 QT 狼包切拉寻奈 QT 狼包切拉寻奈 QT 狼包切拉寻奈从 KG 七月度在尔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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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边一句美马尔蒂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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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是火，马日是油，火油一放在一块儿就着起来就是灯。底呢这个灯呢却给米塞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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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加上这个就是有你米塞多杀不死，也就是灭不了。这个灯啊，你是灭不了的。这是接着前面那句话，那个蒙给亚纳，木建连蒙给亚纳，木建连看着白天点的一个灯，他说这个白天点灯也没什么用，灭了吧？怎么也灭不了。然后他就奇怪啊，这灯怎么我灭不了呢？去找佛去了。佛跟他说呀，说美马尔底尼却给嘛米塞多，这个灯啊你是灭不了的。为什么呢？佛给他解释理由，说却年却给你年却是年是听，却也是听哈，这个就是听闻，就是声闻啊，就是声闻，就是听。给就是你作为一个用一个声闻的这个本事。实际上目犍连已经是阿罗汉了嘛，他神通第一是吧？目犍连，你就是做声闻，由声闻，你用声闻的这个本事，你现在是阿罗汉啊，你用这个声闻的本事，举行觉女吧样嘛音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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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或者是说把这个你跟撵却呢当成这个同位语，就是说你声闻你声闻，然后这儿加一个句格，就是做主语，就是由这个声闻的你，由你这个声闻啊，然后呢是举是什么呢？举就是这个摇动，咱们这上那个前头讲了，举就是动摇它，摇撼它，动摇它，然后行是和，觉是什么呢？也是使动摇，也是使它动摇，前边那个也是使动摇，这个也是就是摇晃它。它这个在藏文里头呢，这两个这个或者梵文里头呢，它是两个词，实际上在汉文里头呢就这个都是想动摇它，想把它动一动的意思，想摇晃它的意思。后边啊女吧
女吧是什么呢？是能够，能够。阳也马银诺，不行，不是。整个这句就是什么呢？说作为声闻的你做主语，你是不能，就是马银不行，不是你，或者说是不，也可以这样分开，就是先说后边那个银，然后马放到前边那个动词那儿，是不能够，是不能够，你是不能够，所以你得养成这种，就是说马银他这个马否认的是前边的那个动词，否认的是那个女吧，女吧是能，马银就是不能，你是不能够干什么呀？动一动，这个前边那个是动，后边这个动，它这两个动应该是这个意义是有差别的，咱们在汉语里头看不出来，就是使动摇，把它摇晃，就是这个灯啊，你想让它摇晃一下，就是动一动，扬也是不可能的，都是不可能的。你不要说你灭了，你看下边这个译的说是这灯你是灭不了的，作为声闻的你连动它都动不了的。为什么说连动都动不了？就是那个扬，就是说你动一动也不行，你不要说灭了，你连动一动你都不行，都动不了。形是和，它和那两个动作，这两个动作呢，汉文里头看字典上呢，它一定是有微细区别，就是否则它就不会两个词了。不过也有这种现象，就是两个这个一般不会，所以呢，但是在汉语里头就光从字典上呢看不出它的区别来。这个呀，得问那个藏族人，你一问藏族人，他能给你说出那个详细的区别来。所以然后这个后边佛还接着说了，说为什么你连动都动不了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一个女孩子放上去的，就是说你这个声闻的这个力量啊，你动摇不了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事业，这是我给他的解释。咱们来这个你看他这两个动词，一个是举，一个是觉，他画了一个横线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是使动动词，它是使这个灯动，他那个不见得他非得是两个动作者，就是第一个动作者让第二个动作去做一个动作，他也可以让第二个受动者呢产生变化。你比如说灯，它不会做动作，但是呢，我让这个灯灭掉，我让这个灯点起来，你让这个某一个对象啊，让它发生变化，这也叫使动，我使灯发生变化。所以呢，这个举跟这个觉都是带有上下字仨的，它是使动动词，使灯发生变化。一个是让它做动作，它如果是个活物的话，你可以让它做动作，它如果是个死物的话，你可以让它发生变化，这都叫使动动词。咱们来这个读一下这个句子啊。美马尔迪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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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却给米歇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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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却年却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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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行觉女巴扬马音诺，举行觉女巴扬马音诺，举行觉女巴扬马音诺，举行觉女巴扬马音诺。再来一句啊，热江波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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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热是布，就是普通穿的衣服的这个布，江波是柔软的，柔和的，柔软的，布后边跟一个形容词，就是一块柔软的布，席就是这个某一块，不定制代词，某一块柔软的布，一块柔软的布，听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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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听呢，在字典上呢是到达、进入，到达、进入，
是个不及物动词，就是那个主语到达，主语进入。这个在这个地方呢，它当什么讲呢？你看下边的翻译啊，它是铺上一块软布。这个听当这个铺就是这个这个回头我再问一下周老师啊，他有没有什么习惯的用法？你要从这个意思上呢，一块软布自己呢，这个到达这个就是被它翻成这个铺上一块软布，应该是或者是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讲法啊，这个回头我问一下周老师。然后这个后边啊，就是铺上一块软布，这个在这个软布上，你看这个听喇啊，在这个软布上后边啊，主体登给学祭堂，主体登录学祭堂，主体登录学祭堂，主体登录学祭堂。主是蛇，体就是它的登度，它的上面，就是蛇是一个这个咱们先不管它的上面不是指的蛇的上面，是指的那个软布的上面，指的前边那个软布。这个软布的上面干什么呢？学是这个一个动词的命令式，就是放置树立的命令式。这个词的这个就是现在时是什么呢？是脚，是握卡那若脚卡脚握卡那若脚卡脚。它的基本含义就是一个是放置，一个是树立，就是把一个东西放在桌上，或者是在哪儿建筑树立一个东西，就是最主要就是放置，放上一个东西。它的这个未来时跟过去时呢，都是这个那个未来时叫咱们那个口诀是怎么总结来的？这未卡过爬命送气是吧？这个它这儿呢到不完全符合这个，它这个是什么呢？后边三个的变化呀，基字都变成霞，都变成这个学的这个基字。这个未卡是卡沃霞卡霞，这是未来时。未来时是卡沃霞卡霞，两边都是卡，中间一个霞，这就是放上的放的未来时。过去时就是把前加字改成爬，过爬，就是卡沃霞卡霞，这就是过去时。未卡过爬，命送气，它这个命呢没送气，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霞，学是放，祭堂就是命令式祭堂，这个就是命令式的语气词，祭跟堂都是命令式的语气词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说你铺上一块软布，在它的上面放上蛇，就是让某一个人呢，你放上，请他放上，这个让他放上，你在那个软布上呢放上蛇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就是不知道这是哪个故事了，就是这是出了一个智力测验题，就是一个蛇呀，它那个让你判断它是公的母的，这个不懂的人呢，好像就这个一抹黑，然后有的人就去请教这个懂的人，这个蛇怎么判断它是公的母的呀？然后这个人呢就教给他一个方法，说你铺上一块布，软布，把蛇放在上边。他这个你要看他说哪条是母的，那好像还不是一条蛇，这个咱不管它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蛇是母的呢，
它就会一动不动的躺下，它就趴在那个软布上就不动了。那就是说，如果这个蛇不是趴在那不动，那就是公的。是用这个方法来判断。具体咱们不懂了，不管它，咱们就搞清这个句子的意思啊。你看第一句就是说铺上一块软布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听后边这个拉呀，实际上就成了两个命令句之间的拉，就是如果连续发两个命令，连续两个命令时，中间要用拉连起来。咱们原来也讲过，那就是你铺上一块软布，然后把蛇呢放到软布上，连续两个命令时，这个拉就是一个连词。咱们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个，这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说是这些词的关系，蛇它的上边放上去，就是放蛇到它的上边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它这么没有出现主语，就没有出现就是让谁。它这个蛇呢是不带句格的，不带句格的一般呢是那个叫被动者，不带句格的主格形式的是那个被动者，所以呢是放蛇到软布上边去。这是连续两个命令式。然后后边呢接着来说扛某银把铁泥，扛某银把铁泥，扛某银把铁泥，扛某银把铁泥。扛是一个任指任何或者是那个，扛也可以指任何所有，也可以具体的指就是那个，扛现在这就是那个，哪个呢？某是代表母的，银吧是母的那个，这个句子就是扛代表那个，是母的那个，然后后边呢又用一个代词来当主语，在后边再加它的动作。体泥就是这个，就是母的那个，那个蛇，体泥，这是为了后边加动词，它要用一个这个代词来做主语。说它呢将米鱼丸捏喽，将米鱼丸捏喽，将米鱼丸捏喽，将米鱼丸捏喽。将是什么都，这是一个那个组词的一个结构，一个这个或者叫状语，什么都或者是任何。将这个你也可以这么记，咱不是前头学过一个词组叫寄养，寄是什么啊？养是也，什么也不行，无论如何。这个寄养它要是读的那个快一点啊，就跟咱们汉语似的，不用啊，就把不用给那个说快了就甭，就甭想，不用想，他这个寄养就是什么也读快了呢，寄养降，就将了就，所以呢将就是寄养，什么也什么都，一点也，怎么样也，无论如何也，有这个意思。无论如何也怎么着呢？米鱼哇，咱们前边出现了是这个，叫动，是吧？但是它这个动呢，注意跟上一句你看最右边那个鱼，区别就是它一个带上加字撒，一个不带上加字，是吧？带上加字撒的呢，就是使另外一个东西动；这个不带上加字撒的呢，就是自动动词，就是它自己动。就这个蛇呀，那个母的蛇呢，它一点儿也不动，是什么都不动，任何都不动，无论如何都不动。米鱼就是自动，蛇自动，不是别的东西使蛇动，是蛇自动。所以这就是有上加字撒没上加字撒这个使动动词跟自动动词的区别。这个母的，如果这个蛇是母的呀，这个母的蛇会怎么样？寄养米鱼啊，就是怎么着也不动，就是一点也不动。然后呢，后边还捏了，捏是睡觉，
睡觉，不是睡着，是光表示睡，就是他就往那一趴就开睡，不一定睡着。灭了，完了。这是教给这个人怎么识别这个蛇的公母的一个方法。江米鬼瓦灭了，江米鬼瓦灭了，江米鬼瓦灭了，江米鬼瓦灭了。好，咱把这个全句再读一下啊。热江波西听了，热江波西听了，热江波西听了，热江波西听了。主题登度学鸡汤，主题登度学鸡汤，主题登度学鸡汤，主题登度学鸡汤。康摩银巴提尼，康摩银巴提尼，康摩银巴提尼，康摩银巴提尼。江米鬼瓦日年了，江米鬼瓦日年了。江米鬼瓦日年了，江米鬼瓦日年了。多读多读，把这个词的意思跟那个它联系起来，慢慢能跟上理解。你读这个句子的时候啊，对这个意思就一遍一遍，实际上你读一遍，你就等于把它的名跟义就名义互为客，本来是没有关系的，现在让你硬给它俩呢联系起来，联系的多了，慢慢就形成这个语言了。可见的证明这个语言呐、名言呐，纯粹是人瞎掰出来的，硬学了一套，最后呢还就真当成回事了，以为都有东西了都。实际上这完全是人这个编辑的一大套，跟那个真实的世界完全两回事。好，咱们再来一句啊。枪从马铁了，枪从马铁了，枪从马铁了，枪从马铁了。枪是酒，喝酒的酒。葱是卖，做买卖，商人做买卖。葱妈就是女商人，女做买卖的，做买卖的女人。枪葱嘛，那就是卖酒的女人。葱妈，葱妈就是叫什么女贩子啊，枪被贩的酒，卖酒的女贩子。然后铁了就是在他那里，普坡西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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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普是儿子，坡是男，就是这个普呢，实际上要准确，他是儿子，实际上他经常概括就是孩子，就是男女子女，经常概括子女，所以他加上个坡，这就是具体就是指这就是个男孩子。习是不定指代词，在是生。说卖酒妇，他那里呢，在他那儿呢生了一个男孩。对，停顿一下，后边说普学给要的，普学给要的，普学给要的，普学给要的。普儿子，学是衣服，这个给是用这个衣服，工具使用衣服。要是什么呢？要是这个遮盖包裹，用一个东西盖上遮盖，或者是把一个东西包裹起来。还有一个意思是给穿上，就是给穿上衣服啊，给穿上。用衣服盖上儿子啊，不，这个不是使动啊。用衣服盖上儿子，这是自动，是他用衣服盖上儿子。这个卖酒妇是主语，盖上是动语，儿子是这个间接宾语，就是给儿子盖上，用衣服给儿子盖上。对，又停顿一下，最后这个是使动，叫捏。如果不要上加字仨呢，捏是睡下。这个一加上加字仨呢，是使睡，让他睡觉。卖酒妇让他的儿子睡觉，使动动词。
上边那个就是自动动词，就是年蛇会睡，下边这个呢是他母亲让他儿子睡，所以这个使动自动是一个对比。用一个衣服盖上他，让他睡觉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那个一八间呢，人家卖酒妇在那儿可能卖酒，那个他有一个男孩子呢，那个放在旁边呢，人家盖着一个衣服在那儿睡觉，他从墙上往下一跳呢，把人孩子给砸死了。他看那是一件衣服嘛，他也没看清那有人，结果他说18年杀死了我的儿子，又犯了一个什么罪？咱们来这个读这个句子啊。枪从马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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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婆是在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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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缺给要的年，婆缺的要的年，婆缺给要的年，婆缺的要的年。好，再来一句啊。哪部云丹尖铁，哪部云丹尖铁，哪部云丹尖铁，哪部云丹尖铁。哪儿就是财富，哪部就是宝贝，财富的儿子，那财富能生什么呀？能财富多了可以生出宝贝来，你就想着办法的来记这个单词就是了。这个哪部就成了宝贝。允丹坚，允丹是功德，这个本事，本领啊，坚具有功德之宝贝，实际上是具有那个要大白话就是有本事的那个宝贝。这个宝贝这个有本事大，有本事，实际上并不是说有没有本事，什么东西都有本事，你什么东西有作用就是有本事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有本事就是这个作用大。有功德的那个那具功德之宝贝啊，铁就是那，铁呢又加了个撒，就是加上句合，这个宝贝成了主语。下边啊，他的下云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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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这个是现在，这个在呢也是这个。停顿也是那个这个地方呢，周老师说就是内的意思，内就是之后，拿撒内，就是现在，从现在开始，从现在内不是还有这个从的意思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或者是这个叫现在之后啊。霞云呢，霞是一昼夜。云是7，拿是在这个时间余格，从现在开始在7天之内。仁波切拉索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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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仁波切又是宝贝，这个拉索法是等等，这个宝贝呢，跟前边宝贝的意义不一样。这个前边这个宝贝是要能够变出东西来的那个有大本事的宝贝啊，是那个比如说如意宝啊、如意珠啊，是这个宝珠啊，反正就是这样的宝贝。后边这个说宝贝啊，就是这个也是一些宝贝，就是被那个宝贝变出来的宝贝。仁波切拉索法就是各种宝贝等等啊。它可以这个宝贝啊，它可以这个变出很多宝贝来啊，它生出很多宝贝来，这就是一般的宝贝。后边还有啊，不光是宝贝，后边还有说，缺糖、塞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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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缺是衣服，塞是食物，这个宝贝呢。可以变出很多宝贝来，还可以变出这个衣服、食物来。还有糖就是还没完，后边绝辈有戒他们戒，绝辈有戒他们戒，绝辈有戒他们戒，绝辈有戒他们戒。绝吧是需
需要的object是object，就是这个叫工具、物品，这个家具，反正就是object就是各种资具吧，各种用得着的东西。咱们在那个前头句子好像是那个谁要上大海取宝的时候说object由他提供，就是说上大海取宝所需要的一应物品，就是物品，器具，就指的这类的。他们借一切这些物品，你看他这翻作叫一切所需用品，就是你生活所需要的，用品，吃的喝的，吃喝的是为主了，这个还有其他的就不说了，一切所需要的物品。然后呢，签行度别给。签行度别给，签行度别给，签行度别给，签这是一个词，就是雨，就是下大雨的雨。这个然不是加上去的，掐不是双吗？一双一对的意思吗？掐日，你看的就好像雨滴一样，你把它联系起来，掐日就是雨，没有其他意思，所以有了掐日就是雨。行度就是像什么一样，这是个状语，像雨一样，像雨一样。行度就是像什么一样，像雨一样怎么着呢？别不是什么呢？别不是使降，使动动词，使降下来，谁使谁降下来呢？就是那个能有功德的那个宝贝啊，能使很多的东西像雨一样降下来，使降，它有这个本事，能使很多东西降下来，这使动动词，使很多东西改变状态，原来在天上，现在给调到这个你跟前了，所以呢，使动动词。记住这个使动动词啊，不一定都带上加字仨，很多使动动词带上加字仨，但是有的呢是不带的，这你就得记。像这个就是这个使动。如果把这个上边这个枕抱跟后边那仨都去掉，就是光一个啊窝加两个爬，那就是自动，就是降下，就是自己降下。比如说我从哪儿跳到底下，我自己降下来，那就是不。如果加上那个枕抱加上仨，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他那个上加字仨没加到这个上边，它加到后边了。也有一批这样的动词，就是后边加上仨呢变成使动了，有仨就变成使动，没仨就这个是自动。这个也可以这么勉强的找这个规律。后边最后那个 t 什么意思？记得不记得？记得，跟那个有个动词是一个意思，使动的语句词。不是，记住这个 t 句格呢，本来是做主语啊，做状语啊，做这个工具啊，表示句格的哈。但是有时候这个句格会出现句子的最末尾。这个一般它要做主语啊，做状语啊，都是出现在头或者中间。有时候这个句格会出现在最末尾，而且是在动词后边，这是肯定。那个动词啊，肯定语气，记住这个已经出现至少连这字3次了。就是一个句格放在一个句子的最后，在一个动词后边，就是说肯定会这样。记住这是个特殊情况，它不是一般句格的意义。一般句格的意义，做主语放在最前头，做这个状语放在中间，做放在最后，后边没东西了。记住，一般这个放在最后呢，它是肯定的意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那个具有功德的宝贝，从现在起在7天之内，会这个使宝贝等还有吃的喝的和所需要的一切用品呢，像雨一样的降下来，而且呢是肯定会降下来，肯定会降下来。这是跟人们说，介绍这个宝贝的这个给宝贝做广告啊，介绍。最后这个呀，G，它是不送气的，
不送起地，后边仨再给摁下去。这个整个意思记住啊，这个就是这么个关系。下边咱们来读一读啊。这个呀就是有福报，有福报你才能碰到这个宝贝，得到这个宝贝，才能让这个宝贝起作用。你得有这个福报。说宝贝真的能下来吗？那都是你原来辛辛苦苦你那个布施啊什么你的功德，你才这个时候呢你才会碰到这样的宝贝。只不过这个宝贝就起一个因缘的作用，就是给你打开你这个取你原来的银行存的钱的这个钥匙，就等于是个密码。你找到这个密码，你就能从银行取钱。所以说不要奇怪说他怎么能雨样下来，那都是你的那个功德，你的那个存的钱。也就是说必须你有这个福报，你才能得到这个密码才管用。你没这个福报，你拿到那宝贝那也不是宝贝，你也不管用。就好像你有了这个存钱的那个存折的密码了，那存钱的存折上没钱了，那你也拿不出来。咱们来读一读啊。Norbu yundan jiant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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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de xia dun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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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inpoche la so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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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ue tang se t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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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ue bei yok jie tam j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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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r xin du bei p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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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咱们休息一下。